这条路以前是我小时候读书所走的一条路，以前没那么好啦，小小的路而已，泥土路而已。这2年才有这个经费把这个铺起来。一层一层的阶梯，总长5公里。这里是苗栗头份镇鹿竹坑步道，也是张坤松农场里最美的一段。头份客庄长大的张坤松，把儿时奔跑的小径开辟成一条环状步道，游客踏青，一路上可以饱览头份风光。这边就是所看到这边都是竹南市区，在更远那一边是那个头份市区。这样，然后里面都是番鸭、绿头鸭。客家人取材于天地的特质，张坤松的农场里随处可见。羊群、鸵鸟和山猪，饲养的山鸡、番鸭，有时就成了餐厅的招牌菜。像是这一锅芋头鸭炖米粉，老板把番鸭炖了4个多钟头，再和芋头米粉一起熬煮，成了一道绝佳料理。这个鸭是采用我们自己自养的这个番鸭。再加上我们这个自己种的这个芋桃，槟榔芋，再加上我们这个尖山的这个米粉，构成了这个芋头鸭米粉汤。赏风景、吃美食，头份镇吸引人的地方还有永和山水库。这里规划了自行车步道，游客可以来段铁马行，骑累了再到兴隆里的日新茶园品尝道地的酸甘茶。要把它烘到全干的时候，就是要用这个烘焙机把它焙到全干这样子。向农家买虎头柑，再和茶叶混搭在一起，酸甘茶口感滑顺，散发淡淡的甜味，成了头份当地别具风味的下午茶。这个虎头柑就是客家的地方，陶种的地方，就是说客家人就是保有这种勤俭耐劳精神，不浪费那个东西。制茶要求精细，才能泡出一杯回味无穷的酸甘茶。无论是兴隆里的日新茶园，还是广兴里的鹿竹坑农场，以及自行车步道，头份镇应有尽有，是周休2日疏解压力的观光胜地。远离喧嚣的城市，享受头份的田野生活，畅快吸取芬多精。沿着阶梯，农场里有最单纯的童趣；骑着铁马，水库边有最质朴的风光。累了喝口酸甘茶，头份的惬意时光，许了我感动时刻。